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上个礼拜呢，我因为有报告还有期中考试，所以呢我没有更新美国系列的影片，抱歉啦。好，那今天我要来回答一位同学的问题。这位同学呢，他有2个问题，他问我说，社区大学会不会有转学不成的问题？例如说，心目中的学校 GPA 要求是3.5，结果未达标准，转学不成就只有副学士学位。第2个问题呢是不是一旦选了 A 系，在社大的2年就要全力冲刺？一旦排课了，如果突然想换转学的科系就来不及了，是这样吗？好，关于第1个问题，社区大学会不会有转学不成的问题？答案是会的。所以一般我们申请学校的时候呢，最少都一定会选1间 backup 的 school 来保险。就是说，你觉得你一定可以进去的学校，这样至少你如果别的学校都没有申请到的话，最少你还会有1间学校可以读。像当初我申请的时候呢，我就申请了5间 UC， 然后呢，我选了1间 State， 就是州立大学来保底。但是呢，这位同学他的问题是，如果 GPA 没有达到想要申请的学校的最低标准的话，怎么办？那我只能说，你可以不用考虑申请的 GPA 没有达到他们最低标准的学校了。因为学校要的 GPA 的最低标准呢，是一个入门的门槛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的 GPA 没有达到它的那个最低标准的话，它根本就不会看你提交的其他资料。好，那第2个问题是不是一旦选了 A 系，在社大的2年就要全力冲刺？一旦排课了，如果突然想换转学的科系就来不及了？这个答案呢是不是的。一般呢，我们在社区大学拿的课呢，都是一些共同科目，像是英文啊、数学、理化或者是历史等等的课。需要拿你要主修的科系的课其实很少，但是你最好还是要选一个科系啦，这样子你拿的课才不会乱七八糟，然后就是拿到一些没有用的课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呢，他当初就是想要在 sociology 跟 psychology 里面选一个来当主修。然后呢，这2个系呢，他们其实有很多要拿的课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他就拿好了这些课。他申请学校的时候呢，有一些学校呢，他就丢 psychology 主修；有些学校呢，他就丢 sociology 主修。我不太清楚是不是你申请的时候呢，可以1间学校丢好几个主修。这个呢，等你们要转学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去问一下学校的辅导员，这个他们应该会比较清楚。我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呢，他本来是主修统计学的，他在社区大学呢都已经拿完了所有的课，也已经申请转学了。他被伯克莱大学的统计学系录取，然后哪天不知道他哪根筋突然不对，脑筋有点怪怪的，然后呢他就突然想要改主修心理学系，然后他就放弃了伯克莱统计学系，然后呢他就在社区大学继续念，然后再申请，然后再转学。好，那如果你的 GPA 呢没有达到你想要申请的学校的最低标准，而你又很想要去读你理想中的那间学校的话，那你可以在社区大学呢多拿一些可以转学而且简单的课，就算不是你的主修也没有关系，这样可以拉高你的 GPA。这个就是比较费时间，你可能需要再多花1-2个学期的时间吧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位朋友，他之前申请 UCLA 的某个系的时候呢，就早的就被那个系给拒绝了。其实有很多学校的一些系呢，他们都会早的告诉你他们到底要不要你。我那位朋友他的情况是，他早的被他想去的那个系给拒绝了，可是 UCLA 呢，他没有拒绝他，所以呢 UCLA 就给他发了一封信，让他可以改他的主修。所以呢，他就把他的主修申请改成 undeclared， 就是呢还没有决定要主修什么系这样的方式来申请。结果最后呢，他还是被 UCLA 给录取了。然后呢，他进到 UCLA 没有多久之后呢，他就又进到了之前拒绝他的那个系了。其实呢，我进到伯克莱大学之后才知道呢，不是你用什么系申请到了这间大学，你进去的时候就是那个系的学生了。你要达到或完成通过你那个系的最基础的那个课程，就是你要让他们知道你有这个技能可以读这个系。然后你要去找那个系主任去签一个类似合约的东西，之后你才可以正式成为这个系的学生。我之前就是有一个课没有达到标准，所以他们就不让我签那个入系的合约，所以呢我就过了1个学期的无系人生。好啦，
希望今天这个影片有回答到问这个问题的同学，或者是想要问这个问题或想要了解这个问题的同学们。之后呢，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，也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栏留言问我，或者是到 Facebook 去私信我也是可以的哦。那今天就这样子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娃娃 TV 的影片，请按娃娃 TV 的熊熊来订阅我们，看更多的影片。点左边的影片，你可以看到 Lisa 告诉你为什么美国大学生成绩会暴跌，甚至转学。点右边的影片，你可以看到 Lisa 推荐的5间好加州社区大学。用手机观看的朋友，请看资讯卡，也不要忘记到 Facebook 搜索娃娃 TV 哦。